大家好啊，歡迎收睇2026年4月16號嘅市況短評。咁就先講翻港股先啦。琴晚標指同納指咧，隔晚就創咗新高啦。今日亞太區股市翻嚟都仲係普遍做好啦。咁今日港股咧都延續翻琴日嘅升勢啦。重越翻2萬千點嘅關口，咁亦都咧企咗喺條50天線嘅樓上。咧做得比較好嘅就有科技股啦。今朝啲科網股普遍都做好啦，譬如百度啊、網易啊、阿里啊、騰訊嗰啲、京東啊、美團啊，一眾嘅科網股都叫做好啦。之前即係港股，我哋一直都講過啦，冇乜力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呢啲大型嘅互聯網平台股咧，其實就做得唔好啦。但係畢竟即係納指就已經創新高啦。加上我哋陣間都會講到，其實你見到呢一陣咧，其實啲大市值嘅科技股咧，其實係做翻好咗好多。變相咧就有啲水漲船高嘅效應啦。誒隔離美股嘅科技股，蘋果賣貴咗，呢邊嘅橙，即係雖然都唔可以話 Apple 同 Apple 咁比較啦，但係始終都會有一個即係水漲船高嘅效應，去令到即係呢一邊嘅即係港股都係做得好，即係科技股都係變相喺呢邊做翻好啲啦。今日港股就其實高開175點啦。跟住都係個升幅咧就反覆擴大。而家錄影緊嘅時間咧就11點20分啦，個市咧就升緊超過300點，收報喺而家就恒指就報喺26,261點嘅。另外咧，今朝就公布咗內地嘅 GDP 數據啦。第一季度嘅 GDP 嘅總值咧就33.4萬億人民幣。今日按年增長咗5%啦，比上個季度即係第四季度咧就加快咗0.5個百分點，亦都高過市場預期嘅4.8%嘅。環比睇咧，就第一季度咧就增長咗1.3%啦。如果分產業去睇嘅話咧，第一產業就按年增長咗3.8%啦，第二產業就增長咗4.9% 啦，第三產業就增長咗5.2% 啦。全國規模以上嘅工業增加值就增長咗6.1% 啦，比上一個季度第四季度咧就再加快咗1.1個百分點嘅。另外咧就係社會消費品零售啦。按年增長2.4%啦，比舊年第四季度加快咗0.7個百分點啦。但係你見到啦，即係比較之下咧，都係工業增加值係增長得快好多。另外就第一季嘅固投投資啦，就按年增長咗1.7%啦，呢個係低過市場嘅預期啦。即係話咧，就啲錢就似乎攞咗去工業生產嗰邊為主啦。即係如果你純粹睇嗰個嘅數字上，另外就城鎮失業率就5.3%啦。同舊年上年同期就持平啦。全國3月份嘅失業率咧就去到5.4%啦。31個大城市嘅失業率咧就5.3%。就失業數字就叫做同舊年差唔多啦，但係都略為偏高咯。再講翻啦。恒生指數方面咧就睇下嚟緊呢幾日就比較關鍵啦，睇下可唔可以真係企穩喺條50天線樓上啦。如果能夠企穩喺條50天線樓上嘅話咧，應該嚟緊就會快見到條10天線咧能夠追翻上嚟啦。另外亦都變相咧令到咧個勢頭就冇咁弱啦。因為如果能夠企翻穩喺條50天線之後咧，應該慢慢見到啲移動平均線咧就開始橫行翻。而短期嘅移動平均線抽翻上嚟，形成咗一個慢慢再次形成翻一個正向嘅排列啦。亦都意味住咧，呢一陣嘅由於打仗嘅原因啦，嘅調整咧，似乎咧
有頗大機會就會告一段落啦。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最好嘅，暫時一個比較好嘅劇本去做啦。咁亦都即係都唔知道啦，因為即係其實咧5月份好快咧就會即係如果特朗普真係預期5月嘅時候嚟中國嘅話咧，咁究竟會唔會有掀起另一場嘅風波？呢個就唔知道啦。咁所以就暫時就希望能夠即係繼續即係企穩喺呢度啦。如果唔得嘅話，咁咪都係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啦，咁咪繼續估計就會去翻即係我哋之前框住個區間上邊咯。咁如果能夠進一步向上嘅話呢，其實就你會見到下一個比較大啲嘅成交密集區就喺26,600點嗰度。咁睇下嚟緊，如果能夠企穩嘅話，就再去望下究竟嗰個嘅短線個阻力究竟喺邊度啦。咁事實上我哋都喺大市通勝講過啦，短線就好似係好翻啲啦，咁但係長線個基本面呢，其實就比較大嘅不確定性。咁 in fact 咧，其實咧點解對於中長線你見到我講法有啲保留呢？因為咧，如果你睇翻條長線嘅市寬嘅話咧，你會見到咧呢個50天線高於250天線嘅比率啦，呢個就係即係長線嘅黃金交叉啦。你見到呢個比率咧，呢個長線市寬咧。係佢係會平滑個股價高於250天線嘅，即係佢唔會喺度震嘅，比較少。咁即係佢走勢唔會好少會咁樣喺度震嘅。咁比較平滑一啲咯。但係你見到佢嘅趨勢咧，就係一直咁樣向下，而且咧好快就要跌穿呢個。即係如果短期內咧唔能夠止跌嘅話咧，咁好快就有機會跌穿呢個50嘅強弱嘅分水嶺。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即係中長線轉差嘅一個好大、好危險嘅信號啦。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咧，如果你去翻系統睇嘅話咧，你拉翻長啲去睇嘅話，你發覺咧，其實港股咧已經好耐未試過咧，即係呢個咁長線市寬咧，企翻喺條50樓上啦。咁即係50%嘅強弱分水嶺嘅上方。咁所以就希望呢個就唔會咁快玩完啦，即係呢個升浪，即係長線嘅升浪。咁所以呢個呢，我覺得大家中長線上呢，大家就要留意住呢個嘅息路啦。咁呢個就係市寬嘅情況啦。咁另外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另外一個主題呢，就係講多少個股同埋一啲 set up。咁今日信報有篇文都幾得意嘅，講呢個嘅 AI 晶片 AI 嗰個嘅瓶頸咧，似乎就唔係真正係喺個晶片上面啦，而係喺一啲大家即係比較忽略咗嘅電器設備啦，包括咗呢個變壓器啦、配電開關啦、鋰電池等等啦。咁事實上即係大家知道啦，美國嗰個嘅即係數據中心過起嗰個嘅資本開支嘅投放量就非常之大啦，呢段時間。咁但係咧，原來卡脖子嘅地方咧，竟然係喺中國嘅一啲電器設備入邊。咁睇翻中國嗰個海關總署數據啦，咁原來喺舊年2025年嘅1月到8月啦，中國嘅變壓器嘅累計出口金額咧，講緊297億，咁同比增長咗50%超過。咁而呢個趨勢咧，似乎喺2026年咧依然係持續啦。咁而國內嘅變壓器出口金額咧，同比咧亦都長期係喺40% 以上。咁如果你睇翻啦，即係究竟中港股市有啲咩嘅呢啲咁嘅電器設備嘅一啲龍頭啦？咁第一間要講嘅咧就係呢個嘅突變電工。咁呢一間咧就係國內高壓核心嘅設備龍頭嚟嘅。咁突變電工咧，咁就係高壓核心設備嘅供應商啦，具備呢個嘅電輸變，具備輸變電全產業鏈設備製造同埋呢個系統集成服務嘅能力啦。咁佢嘅高端變壓器
智能配電等核心設備咧，都係喺市場嚟講咧係最龍頭間啦。咁喺最近嘅一次國網招標入邊啦，咁特變電工咧就嘅3間企業咧合計中標咗5.7億啦，佔咗23.7%，穩居行業第一啦。咁境外嘅收入咧講緊係59.3億啦。咁出口毛利率咧亦都較國內高5至10個百分點。咁而事實上咧，如果你睇翻成個全產業鏈去睇嘅話咧，突變電工咧個優勢就係由硅鋼原材料啦，到成品嘅變壓器一體化啦，咁佢都係有做到嘅。咁即係話佢係一個即係完全垂直整合嘅一間即係變壓器嘅公司龍頭啦。咁事實上，如果大家睇下佢個股價表現嘅話咧，咁你見到咧佢嗰個嘅走勢咧都係非常之驚人啦，都可以話係其中一隻內地嘅一個股王級嘅表現。咁呢間公司係可以買嘅，咁佢係滬港通嘅成分股嚟嘅，咁佢個編號咧就係600089，咁就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啦。咁另外一間咧就比較麻煩啲啊，金盤科技咁另外呢個咧就係科創板上市嘅，就個編號係688676，咁我就冇再截佢幅圖出嚟啦。咁呢個咧就都係做變壓器為主啦，咁佢就直接切入咗呢個 AIDC 供電呢個比較細分，而大家會覺得特別個題材比較誒性感啲嘅一個題材啦。咁就喺嗰個佢嘅重點研發咧，就喺嗰個嘅固態變壓器啦，同埋一個高壓直流方案，咁就匹配翻英偉達倡導嗰個800伏直流架構嘅。咁佢就係下一代 AIDC 供電嘅核心技術啦。咁所以佢咧題材上咧就呢間公司就會性感啲嘅，不過呢間就係即係龍頭多啲啦嚇。咁另外就 A 股都仲有2間細啲嘅公司嘅，咁一間叫做思源電器啦，就係002028。咁另外一間咧就係叫做伊歌爾，咁佢個編號咧就係002922嘅。咁不過咧時間關係，我就冇乜太特別睇到佢哋嗰個嘅基本面，咁有機會就再同大家講下啦。咁而另外就香港方面啦，香港嘅龍頭啦，以呢個嘅數據中心嘅配電系統嘅威城控股，咁我相信呢間公司就大家都會，即係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陌生噶啦。佢嘅編號就3393啦。咁啊，咁過去一段時間咧，佢都係一間咧其中一個即係又係股王級表現嘅一間二線股啦。咁佢嘅海外收入咧，由2020年唔夠4億啦，去到2023年咧，已經係增加到16億。個 CAGR 嘅複合年增長率咧，講緊超過60%。而海外業務咧，亦都進入加速期啦。公司喺墨西哥、巴西、坦桑尼亞都有設廠。佢嘅即係配用電設備嘅全球化佈局咧，已經係完全成型咗啦。咁所以咧，佢就以嗰個嘅即係嗰啲 UPS 啊、HVDC 啊、配電開關等等，即係水管中心用到嗰啲配電系統咧，就佢係其中一個主要嘅龍頭啦。咁不過咧，佢有個即係技術上嘅唔好處就係話咧，如果你睇圖嘅話咧，你會見到咧佢個 RSI 咧同佢個股價咧已經出現咗一段比較長嘅背馳。咁同埋咧，你見到去到呢啲位置之後咧，其實嗰個嘅走勢咧開始就越升越慢。希望就純粹只係一個即係橫向整固啦，代替一個深度嘅調整啦。咁所以就呢個就大家要留意啦，即係從個技術面去睇嘅話就。咁而睇翻即係啲分析員嘅睇法啦。而家一個股價表現咧就誒。
估價嚟嗰個即係普遍分析師睇佢嗰個嘅目標價咧，就都仲有成20幾個%嘅距離嘅。咁我睇翻啦，咁而家普遍分析師睇佢嗰個嘅目標平均嘅目標價講緊係38.6啦。咁最低嗰個咧就睇緊31.67，咁最高嗰個睇緊45蚊。咁就中位數計啦，就仲有2成嘅空間嘅。咁你見到咧，以往啲分析員咧就完全即係當公司即係個業績急劇增長嘅時候咧，就即係完全落後於個股價啦。咁好遲先後知後覺咁樣發現來間公司係嗰個嘅業績個增長動力好強。咁所以你見咧佢哋嗰個俾個目標價咧就 re-rating 得好急嘅。咁不過咧，都要講翻就係話佢個基本即係個估值嘅角度啦，因為佢就冇市盈率區間圖嘅，咁啊只能夠用個 price to sales 去講啦。咁你見到如果從個 price to sales 個市盈率區間圖嚟睇嘅話咧，你見到咧就真係好高。咁當然啦，即係通常呢啲咁樣突然間出現咁強嘅歐啦，可能啦嚟緊都有機會係佢嗰個市場都會即係 re-rating 翻嗰個即係追貼翻嗰個嘅估值嘅，因為誒俾一個即係 re-rating 啦，即係俾一個高啲嘅估值佢啦。咁因為要匹配翻佢過去嗰個增長，因為你見到頭先啲即係分析員啦，係好遲先去 upgrade 翻嗰個嘅模型，咁所以咧就可能有少少 distort 咗，但係無論如何啦，咁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都升得幾急下咁啊，係確實係從我技術面又好啦，基本面又好係有少少即係overshoot 咗啦，當然係。咁另外咧就係除咗呢個 UPS 啊，同埋頭先講嗰啲咩 HVDC 啊、配電開關啊呢類嘅之外咧，咁另外一個咧就今日都升得好好嘅，就係呢個嘅東方電氣。咁佢咧就做呢個燃氣輪機啦，咁係數據中心一個自建電源嘅一個核心設備啦。咁就而東風電氣咧喺呢個賽道嘅領域咧，就係絕對嘅龍頭嚟嘅。咁因為咧好多人就會唔覺意就會就炒咗隻哈爾濱電力啦。咁但係其實哈爾濱電力咧就係個核心競爭力就完全及唔上東方電氣咁突出，而佢就比較雜不楞一啲嘅。咁相反咧，如果睇翻東方電氣啦，咁佢自主研發嗰個 G50嘅重型燃機啦，咁就可以完美咁樣匹配到 AI 數據中心呢個高密度啦、高波動同埋高可靠用電需求啦。咁佢嘅冷啟動去到滿負荷咧，只需要5到10分鐘啦。咁單機價值係3億元一部，咁都幾誇張。毛利率咧，而家去到40到50%嘅，即係講緊呢個自主燃機嘅燃氣渦輪機嘅毛利率。咁遠高於傳統一啲裝備嘅業務啦。咁而更加關鍵嘅就係 G50呢個重型嘅渦輪燃機咧，打破咗 GE 啦、西門子、三菱長期嘅壟斷啦。咁所以佢就實現咗由0到1啦、1到N 呢個出海嘅突破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你會見到東方電氣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個幾大嘅優勢。咁所以都難怪佢個股價嗰個嘅走勢都仲係非常之強。咁如果睇翻啲分析員嘅睇法啦，咁而家就即係基本上大多數都係睇好。咁你見到有90成嘅分析師都係建議買入啦。咁只有一個係建議沽出嘅啫。咁而家距離嗰個嘅目標價咧，而家最高嘅人睇緊59蚊，最低嗰個睇緊28.5啦，中位數平均價咧就講緊43.82。咁但係上網嘅水位就你見到就唔算好高啦，即係如果以個中位數去睇嘅話。
咁同樣啦，因為即係又係啦，你見到呢段時間咧，呢啲咁嘅即係電器設備股咧，其實就升得都幾勁下，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個估值就有少少係拋離個中位數，過去嘅 historical 中位數都幾遠。咁當然亦都可以咁講啦，因為即係始終即係有誒 AI 數據中心嗰個熱潮，可能講緊由2021、22年咁開始先突然間出現一個即係爆發啦。咁所以你見到啲業績啊訂單其實就集中咗喺呢一兩年咧，就出現一個好爆發嘅增長。咁出現咗就係即係同過去嗰個嘅增長嘅曲線個情況咧，就有好大嘅唔同啦。咁所以就變相令到咧，就又係嗰句啦，都係有少少 distort 咗。即係過去咧就太過增長就冇突然冇最近冇而家呢段時間咁強勁啦。咁啊令到就即係急升完之後咧，望落去嗰個嘅預測嘅市盈率咧，就好似都幾高下。咁但係都確實啦，咁誒。從個圖表角度去睇就唔算係好超即係好貴啦，即係升得好誇張啦咁啊。但係就從個基本面去角度去睇咧，就都係即係就算你睇好呢個嘅產業鏈都好啦，都係最好都係要即係耐心咁樣即係 hold 低嘅吸納啦。就太高水平嘅話咧，始終都有地心吸力。好，咁講完呢個嘅美股之後咧，講完港股之後咧，咁我哋就轉個話題，就講下美股啦。咁啊，睇翻最新嗰個琴晚美股嘅情況啦。咁啊，美股頭先講過啦，標普指數同埋納指一百就雙雙創咗歷史新高啦。咁但係咧，見到個市寬就唔係好匹配，我哋陣間都會講下啦。咁另外咧就見到呢段時間，我哋都有之前有講過啦，某程度上有少少夾淡倉嘅味道啦。咁同埋睇翻啲期權市場咧，似乎都有個即係gamma squeeze 嘅情況出現啦。咁另外琴晚即係一個即係陣間都會講到啦，就係 Allbirds 呢間公司啦，本來買係就改名轉型做 GPU 租賃啦。咁琴晚單日報漲咗600%，升咗6倍，咁接近6倍啦。咁所以你見到咧，似乎美股個瘋魔情緒又再出現翻。咁不過咧，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啲機構投資者嘅話咧，你見到咧，暫時即係最新嗰個即係美銀嘅調查報告可以見到啦，基金經理咧有超過40，即係有大概44%咧，依然認為咧地緣政治嘅衝突咧依然係頭部嘅尾部風險啦。而且你見到咧，已經係連續2個月㗎啦，即係淺藍色呢條巴上個月都係佢最長，咁今個月咧就進一步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就。大多數基金經理咧，其實都擔心個地緣政治嘅衝擊。咁不過咧，大家知道啦，當全世界嘅人都擔心同一樣嘢嘅時候咧，往往就係即係個市場咧就已經係提早已經派先咗大多數嘅利好因，即係大提早咗派先一啲即係不明朗嘅因素入邊咯。咁所以就往往即係大家即係盯住呢隻黑天鵝嘅時候咧，佢就變成一隻即係醜小鴨咯。咁至於機構投資者咧，對於滯脹嘅預期咧，亦都係急升咗喺呢段時間。咁大家知道啦，油價升啦，跟住啲經濟數字就麻麻地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呢條綠綠地色幾條深綠色嘅線咧，就個 staycation 啦。咁喺呢段時間咧，就反而係升咗上嚟嘅。反而嗰啲咩大家好中意嘅金髮女郎經濟啊，就暫時就冇人講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滯脹嘅憂慮咧，就可能會係即係除咗地緣政局之外咧，就係一個即係普遍嘅基金經理擔心嘅一個即係情況會出現啦。咁另外咧，就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啲誒利率嘅掉期啦嘅預期啦，咁5年期嘅通脹打和利率咧，即係淺藍色嗰條線咧，其實就你會見到咧，
就冇因為打仗咧而急升嘅，咁一直都大概係維持喺2.幾% 嘅區間嗰度。咁咧同舊年啦，即係4月特朗普即係公布關稅嗰個嘅比較咧，你會見到咧，即係話市場對於嗰個嘅中東衝突嗰個供給側嘅短期嘅影響咧，就只係短暫性嘅啫，就唔會出現一個結構，對個通脹就冇一個結構性嘅影響。咁所以只要聯儲局咧唔立亂輕舉妄動嘅話咧，理論上個通脹結構性嘅通脹就唔會失控嘅。咁呢個咧就發覺咧可以發現咧，就係嗰個債券市場啦，同埋嗰個嘅股票市場嗰啲人嘅睇法就有即係明顯嘅唔同。咁債券市場嘅人咧就睇得即係覺得睇得長線啲啦，即係佢哋就冇咁即係情緒化咁波動。咁認為即係暫時嘅打仗出現嘅波動咧，就唔會出現一個結構性嘅影響咯。都尤其是對於通脹方面。咁頭先講過啦，咁個市咧，即係雖然就你見到就即係升得好勁啦，咁但係咧，琴晚嗰個嘅升市咧嘅一個嘅市寬咧就唔算話好誒全面嘅，因為琴晚跌嘅股份咧比升嘅股份仲要多啦。咁同一時間咧，如果我哋睇埋嗰個嘅上邊啦，上邊嗰個咧就係 put call ratio 啦。咁你見到咧 put call ratio 就跌到0.58啦，一個相對比較低啲嘅水平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機構投資者啦、散戶啦同埋企業回購咧，令到嗰個嘅買 call 嘅人就非常之多啦，即係大多數人都睇好啦。咁 put option 咧就喺呢段時間迅速咁樣出現被平倉啦。咁而亦都有一部分即係 speculator 啦，咁亦都追埋一啲 call option，咁導致咗呢啲 market maker 咧就需要對沖個 delta 啦，咁就唯有機械式咁樣去買翻現貨股份，咁就形成咗頭先講嘅 gamma squeezes，咁所以咧就你會見到咧呢段時間咧就有少少咧由衍生產品嘅結構性嘅一個情況咧，引發咗一個即係正向嘅一個回落。咁即係話啲人越買 call，咁個 market maker 咧就越需要去買呢個嘅正股去對沖，咁形成一個正向嘅回落咯。咁另外，琴晚一個好有趣嘅新聞啦，就係呢個 Allbirds 啦，咁就宣布轉型啦，咁就令人不禁想起1999年啦，啲公司只要後面個名度加個 .com，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市值就翻好多倍啦。咁今年咧就終於又再出現呢啲咁嘅類似泡沫嘅一啲跡象啦。咁佢就宣布咧就轉型啦，做呢個 GPU as a service，即係做一啲 GPU 租賃嘅業務啦。咁本來咧佢由一間即係2200萬美金都唔到嘅一市值嘅公司啦，一間爛溶溶嘅鞋廠啦，咁就琴晚升咗接近6倍之後，就變成市值1.5億嘅接近。咁所以你見到咧，人嘅貪婪嘅情緒咧，就從來都冇變啊！咁你見到琴晚就旱地拔葱咁樣，突然間一下就升咗好多倍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就要小心啦。咁因為即係你見到啲人既然係咁夾個加碼嘅時候咧，加碼 squeeze 咁嘅時候咧，就千祈就唔好盲目就去即係覺得即係要調反手又走去做淡啊。咁咧即係等於攞個肉體就走去攔格，即係高鐵列車咁樣樣咯。咁事實上咧，我哋見到啦，呢段時間咧。如果睇翻美銀報告嗰啲人嘅 sentiment 啊，即係啲機構投資者嘅 sentiment 咧，其實你見到咧都係逼近一個比較悲觀嘅一個水平啦。咁通常往往就係啦，即係啲人情緒跌到去冰點啦，但係同一時間你見到個市跌唔落嘅時候咧，通常呢個都係一個夾淡嘅信號啦。壞消息即係譬如戰爭啊，通脹可能某程度上短期內已經被一定程度已經派先咗啦。咁所以即係當有一啲利好消息出現
譬如談判啊、戰爭降溫啊、油價嘅回落啊等等咧，就會見到呢個市呢啲淡倉就俾人夾得好緊要咯，咁就出現一個 melt up 嘅狀況。咁所以咧，你見到呢段時間咧，其實就會出現咗咧，琴晚嘅情況就係你見到咧就狂夾啲之前啲人沽得好開心啲科技股，咁就你見到同一時間好多紅色嘅點點，即係話其實琴晚你見到咧都幾集中，就夾啲科技股同埋一啲個別嘅金融股，咁所以你琴晚就你會見到咧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啦，咁。誒，而另外啦，業績啦，咁啊好快講翻，有兩間公司啦，琴晚出咗業績啦。咁一間就係 ASML 啦，即係呢個嘅做呢個嘅 EUV 嘅生產商啦，光刻機嘅。咁營收87.7億歐元，咁按年增長13%啦。即係最近呢個季度。咁就每股盈利7.15歐元啦，咁亦都雙雙擊敗咗市場嘅 consensus 啦。咁另外咧，公司嘅管理層就將今年個營收嗰個嘅指引咧，就由340至390億元咧，就上調去到360億至到400億歐元。咁其中啦，AI 基礎設備設施啦，對記憶體啦嘅佔 Q1個營收就51%啦，先進嘅邏輯晶片就佔49%啦。咁而記憶體客戶嘅2026年嘅產能就已經係買晒㗎啦。咁可以咁講啦，佢就全球唯一嘅 EUV 嘅供應商啦。咁公司預期2026年出貨就60台啦，2027年就80台啦。咁但係咧就 Q2嘅營收指引咧就有少少爆雷嘅，因為咧公司俾出第二季嘅營收指引咧只係84至到90億歐元，咁就低過維佳平均嘅預期90.7億歐元嘅。咁毛利率指引咧就51.5%，亦都低過市場預期嘅52.4%啦。咁最主要原因相信就係同中國個營收有關啦，因為 Q1 嗰個嘅喺內地嘅營收佔比咧就跌到19%，咁喺去年第四季咧就其實就36%嘅。咁呢個都同嚟緊美國會越嚟越苛刻嘅出口管制有啲關係啦。咁CEO 嘅語氣就認為，即係可見嘅未來咧，供應都係無法滿足市場嘅需求啦。但係就呢個就即係睇你點樣睇啦。咁但係亦都有啲分析師 charge 例如話，佢都唔敢俾出2027年一個90台嘅 EUV 嘅一個供貨嘅一個樂觀嘅目標啦。咁如果你睇翻啦，整個即係晶圓廠設備嗰個嘅產業鏈啦，根據呢個 Counterpoint 嘅數據啦，咁係2025年個按年增長就12%啦，2026年估計都會再增長多11%，咁去到1591億元。咁幾間大廠其實就KLAA 啦、Lam Research 啦、ASML 啦。Applied Material 啦，同埋呢個 Tokyo Electronic 啦，即係就係基本上都已經係成個行業入邊即係最主要嘅5間嘅龍頭啦。咁而台積電又好啦，三星又好啦，Intel 又好啦，似乎喺呢個嘅 AI 時代咧，似乎都仲係會積極咁樣向 ASML 度訂貨咯。咁所以就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暫時 ASML 喺嗰個嘅市場上邊嗰個嘅定位啦，個壟斷性都仲係喺度啦，有一個好大嘅定價權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可能呢一次嘅 Q2嗰個嘅 guidance 嘅指引不如預期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好，咁跟住咧，美銀啦，好快講埋。咁美銀第一季每股盈利1.11美元啦，咁比敗咗市場預期嘅1.02美金啦。營收303億，按年增長7%。淨利潤大增17%去到86億。
咁由於聯儲局延遲咗減息啦，咁令到淨利息收入啦，個 NIM 啦就逆勢增長咗9%，去到157億美金啦。投資銀行費用嘅收入激增咗21%啦，資產管理費用嘅收入增長咗15%啦。咁另外咧，嗰個有形資本利潤率個回報率啦，就高達16%啦，比舊年增長咗203個百分點。係啦，百分點。咁另外就有高達1.19萬億美元嘅貸款餘額啦。咁但係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風險啦，因為如果高息壓制之下，美國消費者最終即係譬如啲信用卡違約上升啊，或者出入地產爆雷啊，咁就會令到即係可能會出現一個好大嘅減值啦。咁但係管理層嘅語氣咧，就似乎咧聯儲局唔減息咧，對於佢嘅非利息收入嚟講咧，就非常之利好。咁短期嚟講啦，其實都同我哋琴日講，即係JP Morgan 都差唔多啦，即係暫時都仲係吃住嗰個嘅即係淨利息嘅即係個紅利啦。咁但係會唔會係一個見頂呢個就唔知啦。咁但係就起碼嗰個嘅邏輯，你會見到即係嗰個業績就非常之 solid 咯。咁我自己覺得可能都未必跌得去邊嘅，即係除非嚟緊見到啲經濟即係突然間轉得好差啦，或者即係聯儲局突然間真係減息，咁可能會有個即係 setback 啦。咁另外最後就講埋呢個嘅即係美銀另一份報告啦，就話呢個巴西係咪一個新嘅黃金啦？咁巴西股市咁，如果你睇翻右邊呢幅圖，你會見到啦，咁創晒歷史新高啦，又係咁美銀睇好嘅巴西股市嘅原因咧，主要就係因為全球嗰個嘅資金配置比較低啦。咁另外佢係有一個商品嘅出口國嘅地位啦，咁可以對沖翻地緣同埋嗰個地緣政治同埋嗰個通脹嘅風險啦。咁同埋咧就拉美整體咧就向右翼政府轉型嘅預期啦。咁所以就相對嚟講就即係喺份報告度睇好呢個巴西個股市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呢個咧就係 MSCI 巴西 ETF 啦，EW20啦。好，咁今日嘅即係市況短評就講到呢度，咁我哋聽日再見啦。